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金少兔囝为囝死。Lisa， 你咧创啥？我咧做整容仔花啊！整容仔花？你做整容仔花要创啥？母亲节要到啊，当然嘛是要送互阮阿母。阮阿母自我遐细汉就甲我念到即马遐大汉，母亲节我当然嘛爱表示一下啊！遐细汉哦，你出世的时阵遐细汉哦。好啊好啊，讲算笑的，你莫甲我认啊！阮阿母嘛共款，逐工无暝无日拼命趁钱饲阮即阵囡仔，真正是足辛苦的。对啊，人讲金少兔囝为囝死，爸母为囝儿的付出真正是无怨无悔。所以阿华，咱得爱认真读册，大汉才通来有效用。好啊，整容仔花我甲你斗做，等一下分我几蕊，我嘛要起来送互阮阿母。好啊，无问题。金少兔囝为囝死，金少知影种落去差不多6个月至8个月就会兔囝。兔囝就是不生的意思，亲像即张图安尼，为边仔生出新的金少知影，这母丛开花，结果金少挂落来了后，母丛就会死去，换做进前边仔发出来的细丛的金少丛的肥料，互后一代会当继续生长。这就甲爸母同款，做爸母的会当为着家己的囡仔甘愿来牺牲家己。亲像有的爸母着拼命趁钱，互囡仔读册、买东买西，互因的生活会当较好过。有的爸母是辞掉原本的头路，也是兴趣来专心照顾囡仔，互囡仔会当无烦无恼过生活。这就是爸母为着囡仔会当甘愿付出，所以因侪人就用这句“金少兔囝为囝死”的俗语来比喻爸母为囝儿的付出是无怨无悔的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金少兔囝为囝死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。金少收成了后，几丛金少丛冷去，就留伫田遐做肥料。人讲金少兔囝为囝死，爸母一定会为囡仔奉献，就是亲像安尼。今仔日这句金少兔囝为囝死，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友好爸母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，咱要即马起赞，甲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嘛袂记直接订阅那个配信运动，安尼看到小下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